你認為買中山就係窮，絕對係錯㗎。喺中山買樓係精明，還是係俾人當韭菜？今日同你拆清楚。深圳前海10幾萬一平方，買個廁所都要成200個啦。但係由前海開車24公里，你冇聽錯，24公里就已經可以到達我哋中山嘅火炬開發區。12蚊到15蚊一個平方，仲係正裝修、雙國企現樓單位添。呢一個差價大到真係我講出嚟都覺得離譜啊！但係問題嚟啦，深中通道通車之後，呢邊嘅房價有冇火箭式嘅起飛？係冇㗎，但係有冇穩步式咁去上升？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啲。咁呢一期同大家介紹嘅係我哋中山火炬開發區嘅一個屋苑，越秀建發灑悅就係我身後呢邊嘅一個位置。咁呢一個項目係真正嘅一個潛力股，還是針中概念嘅割韭菜？呢一期就同大家分析清楚。咁我哋就唔講太多嘅廢話，即刻去片。好啦，講地段，無論係買樓還是係做地產嘅，第一句肯定係 location。好似講多咗呢一句就成為一句金句咁。講翻下我哋嘅深中通道先啦，2024年6月份就已經通車，而家都已經係通咗成2年啦。由呢度去深圳前海24公里，開車大概都係20分鐘。呢個數字係真實㗎，我 check 過，但係問題係你唔好以為前海房價就係你嘅天花板。前海呢邊係賣成10幾萬，呢度就係12000，差價成10倍。點解呢？因為中間隔住個珠江口，唔係話隔咗條馬路咋。跟住就係第二個殺手鐧，廣州地鐵18號線火炬站，距離項目都係500米嘅距離，行路大概5分鐘。通車之後，一軌直連廣州、珠江新城、深圳、珠海，聽落都好靚仔。但係記住3個字，只係規劃中。地鐵呢家嘢，一日未通車，日日都係概念。你睇下廣州18號線南延段講咗幾多年？我唔係話佢唔會通，我只係同你講，唔好當佢已經通咗好耐咁啦。仲有中山港碼頭直連深圳機場、香港國際機場，大概1個半鐘頭就返到香港嘅西九龍，呢個係真㗎，現成唔係畫餅。不過老實講，你會唔會日日搭船返工先？至於公共交通，周邊1公里5個公交站，我試過同啲的士司機講去火炬，佢問我火炬邊度嚟㗎，打邊爐嗰啲啊。所以如果你冇車，建議你買多部車，亦或者而家返到大陸呢邊叫滴滴都好方便。總價去到一個106萬到190幾萬嘅戶型格局都會有。咁我而家逐間房同你計翻清楚佢。好啦，首先講翻我哋89平方做到3房2廳2衛嘅單位啦。啱先我都計過落嚟，咁佢嘅總價大概去到一個106萬到130幾萬都會有。咁主要都係睇翻佢一個樓層嘅一個高低啦。咁呢邊嘅話計翻佢個首期，如果係做翻一個1.5嘅一個首期嘅話，都係去到一個16、17萬咁上下，月供大概都係一個4000零蚊。咁如果換言之，即係話你喺深圳度租翻一個劏房嘅一個咁嘅房間嘅戶型，就已經可以向度供翻一層樓啦。跟住就係我哋呢個113平方做到4房2廳2衛嘅單位，咁呢邊都係可以話計翻落嚟總價去到一個136萬到170幾萬都會有嘅，月供係大概去到一個6000蚊咁上下。咁呢個面積嘅價格就係相當於你喺香港買到2個車位，重點係仲要係有車位買到俾你先得。跟住就係我哋呢個162平方嘅單位，但係呢個單位都已經係賣晒咗啦，越貴咗越多人買。咁我哋現時最大嘅面積就係一個127平方做到4房2廳2衛嘅單位。咁呢邊嘅總價嘅話，大概計翻落嚟都係160幾萬到一個180幾萬咁上下。咁對於中山嚟講嘅話，其實呢個價格都係相當之高㗎啦。但係對比翻我哋深圳福田呢一邊嘅話，呢個價格真係濕碎。所以成日都會有人話喺香港又或者喺深圳買翻一個廁所嘅位置，足夠喺中山買翻一個3房2廳2衛嘅單位，仲要有得找添。呢句說話數字上係真嘅，但係你唔好開心住啊！中山嘅樓價升值空間真係好似你阿媽煲老火湯咁，慢火慢燉，唔使驚滾。咁再同大家去計翻下呢邊嘅一個投資回報啦。咁攞翻一個89平方嘅一個單位嚟計，如果中價去到一個120萬咁上下嘅話，咁佢如果未來5年啦、10年之後嘅話，升值空間去到一個84萬或者85萬，咁中間賺翻一個20-30萬已經算係好樂觀。
年回報率係高達一個3.3%咁上下，但係仲未排除翻我哋一個利息啦，同埋一個物管費嘅一個支出嘅。所以你係諗住買一層樓落嚟，2026年買翻落嚟，2027年就走去大賺嘅話，咁真係發夢都有啦。因為中山呢邊嘅樓市咧，唔同話深圳呢邊嘅樓市，唔係話一條橋通咗佢就會話升價升到一個發咗癲咁誇張啊。但係呢一邊你買落嚟係為咗用嚟自己住，又或者係長期持有，等深中同城化逐步咁兌現嘅話，咁呢一個價位喺粵港澳大灣區入邊算係一個良心價，唔係講話最低，但係絕對係非常之合理。好啦，而家入嚟睇埋呢邊嘅一個戶型格局又係點？咁我哋由大到細開始講翻係啦。之前呢邊有一個162平方做到5房嘅大平層單位都已經賣晒咗啦。咁現時二期呢邊嘅話，最大嘅一個面積再去到一個127平方做到4房2廳2衛嘅單位，就係現時我身處嘅位置。標準嘅4房同面積多數嘅樓盤僅3房滿足晒多代同堂，成間屋方方正正無缺角。咁呢一個戶型咧就係一個橫廳嘅設計，連接埋我哋一個超長嘅露台，南向嘅景觀大露台，長度係足足有成6.8米咁闊落噶。全景採光，可以擺茶几、花架、洗衣機。LDK 一體嘅大通廳，客廳、廚房、陽台為動區，4間房間、2個衛生間，集中埋屋後嘅正區。咁呢一個戶型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做到一個南北對流、全南向嘅採光。中山潮濕天氣唔使驚發霉，晾衫都乾得快啲啊！好啦，再過嚟睇埋我哋呢個113平方，竟然都可以做到一個4房2廳2衛嘅單位。呢邊入到嚟，我覺得對比啱先127平方嘅一個戶型嚟講，顯得更加之通透嘅一個南北戶型格局。咁呢一個戶型係我覺得喺呢個屋苑入邊設計動線最合理嘅一個。客廳、餐廳、廚房一體，令到成個公共開間都好開闊。唔會話好似傳統戶型咁，間房關埋之後就各有各。我覺得呢個戶型就係一個2胎家庭嘅首選，2個細佬仔，1人1間，仲有間可以作為我哋嘅書房，又或者多功能房。阿爸阿媽都會有返自己嘅一個套間，唔使爭廁所。呢個就係真正嘅家庭友好型。啱先計過呢個戶型計返落嚟嘅話，佢月供大概去到一個6000蚊咁上下。如果家庭嘅月收入係高達一個2萬蚊以上，應該就冇咩大壓力嘅。最後再嚟睇埋我哋一個89平方做到一個3房2廳2衛嘅明星戶型。我第一次睇呢個戶型圖嗰陣，心諗魔術嚟㗎，89平方點樣塞到3間房，仲有埋2個洗手間？你張床係用嚟豎住瞓㗎？但係老實講，入到去真係唔會覺得逼，全南向，格局方正，承約率都係算高。89平方竟然可以做到咁，真係算係螺絲殼入邊做到牆，有料到。適合啲咩人？首置上車客，1個人住太大，2個人住啱啱好，3個人住都可以頂得住。預算有限又想上車嘅街坊朋友仔，呢個就係你嘅入場券。好啦，講配套，地產經紀一般都係分為規劃中、建設中、已經落成，全部都炒埋一碟。咁今日我就將佢分開2碟嚟炒，左邊就係即刻食得，右邊仲係響廚房度煮緊。太陽城商圈距離我哋呢個屋苑只係600米嘅距離，行路就到，超市、食肆、戲院都有，唔係嗰啲規劃中嘅商業綜合體。係你今晚肚餓行出去就有得食嗰種。教育方面，呢個係呢棟樓最加分嘅一個位置，省1級火炬中心小學、紀念中學火炬一中，省1級香輝苑小學，3間省1級，唔係掛牌嗰啲，係真正省級認證。德麟湖公園、華佗山公園、張家邊公園，3個公園包圍住你，朝早跑步，週末帶小朋友出去行公園都唔使開車。火炬國際會展中心、文化藝術中心、圖書館、行政服務中心、市政配套齊晒。再嚟講埋我哋畫餅嘅部分，廣州地鐵18號線火炬站，2027年就通車，而家係2026年，等多1年。講真，呢一個規劃算係靠譜㗎啦，唔係話真正嘅畫餅，因為18號線其他段已經喺度起緊，但一日未通車，一日我都唔會話同你計埋落去。地鐵一通，房價就會優惠，但優惠幾多？唔好話 expect 火箭。針中通道嘅概念，橋通咗都有2年啦。你見個房價起飛未？但係穩步上升係真係有㗎。但係嗰種1日升1萬嘅神話係絕對冇可能咯。
大灣區嘅融合係一個過程嚟嘅。最後講下我哋小區入邊風光熱聲四維嘅健康社區設計，全南向嘅低建築密度3.4萬方全齡主題園林，呢啲唔係畫餅，係你入到嚟呢個小區就可以睇得到。園林的確做到唔錯，唔係話求求其其幾棵樹就交差㗎。咁成個配套總結落嚟，就係呢邊嘅一個教育係現成，商業係現成，公園係現成，市政都係現成，呢啲全部都係買落嚟即刻就可以享受到。呢啲係需要你有耐心先得㗎。成個配套總計返落嚟，佢嘅配套兌現率係高達成7成，算係合格有餘。等等。未就得，彩蛋時間。今日呢條片足足講咗好多次深中通道，絕對多過你阿媽催你結婚嘅次數。其實呢，買樓就同拍拖一樣，唔係齋齋睇返個外表，仲要睇埋我哋嘅內涵。而且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老豆俾幾多首期俾你啊！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今日呢一期節目，訂閱返我哋嘅頻道，俾返個 like 我哋啦。咁我哋下一期再見咯喎，拜拜。